5月6日跑馬地夜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，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650米5班，首選1號光輝歲月135磅7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尤達明。次選11號上市魅力121磅4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蘇偉賢。三選9號大利好運128磅2檔，布文配呢個蔡約翰。最後12號幻影旋風119磅8檔，巴道配呢個丁冠豪。第二場1200米5班，首選10號爆熱126磅6檔，艾少禮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1號魅力星135磅11檔，巴道配呢個蔡約翰。三選8號銀亮豪俠128磅5檔，布浩榮配呢個徐宇石。最後3號後無來者134磅10檔，莫雷拉配呢個方家柏。第三場1200米4班，首選4號快樂神驅128磅12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廖康銘。次選7號起舞飛飛126磅5檔，艾少禮配呢個文家良。三選3號考眼光131磅9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蔡約翰。最後2號星火燎原124磅10檔，袁幸堯配呢個徐宇石。第四場18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10號風起雲湧116磅4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蘇偉賢。次選1號開心宇宙135磅10檔，梁家俊配呢個丁冠豪。三選7號森林之王123磅7檔，奧爾文配呢個羅富全。最後9號精明選擇112磅3檔，袁幸堯配呢個伍鵬志。第五場12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2號光年情長132磅5檔，布文配呢個毛偉傑。次選7號韓志尊127磅6檔，艾杜拿配呢個葉楚航。三選1號飛輪霸125磅1檔，袁幸堯配呢個姚本輝。最後3號顯勝高升123磅11檔，黃寶妮配呢個羅富全。第六場165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
11號林寶精神123磅3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廖康銘次選。8號盛世威風120磅12檔，黃寶妮配呢個賀賢三選。6號天威131磅4檔，潘頓配呢個羅富全。最後5號花開131磅7檔，艾少禮配呢個文家良。第7場1200米4班首選2號贏得自然132磅1檔，周俊樂配呢個葉楚學。次選4號金玉良言132磅7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賀賢。三選1號大番薯135磅6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廖康銘。最後8號馬運高119磅5檔，黃寶妮配呢個文家良。第8場1650米3班首選9號安泰120磅2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若翰。次選1號精英雄心135磅11檔，潘頓配呢個廖康銘。三選14號奮鬥心117磅14檔，巴道配呢個伍鵬志。最後7號滿心星124磅10檔，莫雷拉配呢個方嘉柏。第9場1200米3班首選2號樂勝天下125磅3檔，袁幸堯配呢個姚本輝。次選4號標之極光130磅10檔，布文配呢個文家良。三選11號觀眾之力115磅1檔，楊明倫配呢個方嘉柏。最後7號熾烈神驅122磅2檔，潘頓配呢個沈集成。提醒翻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4、第5同第6場。以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